ETNet YouTube 會員制正式登場，成為 Net 仔支持我哋，仲響專屬徽章加 emoji， 會員投票優先睇片，再加直播優先提問，投資快人一步先可以勝人一籌，快啲加入啦！本港餐飲股上半年業績出爐，成績優劣立見，其中太興集團嘅業績逆市狂飆，純利激增2.8倍。對比2025財年，兩大嘅本地快餐巨頭大家樂同埋大快活，營收同純利同步下滑，純利都暴跌接近30%，但係就維持慷慨派息。到底太興營運同埋成本改革帶嚟嘅強勁盈利增長，較之於同業龍頭嘅慷慨派送政策，投資者可以點揀呢？大家好啊，講緊就本身施政報告啱啱出台，咁啊，大家都好多時關注啲民生嘅嘢。咁近期方面嚟講，餐飲業個經營狀況比較困難少少，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噶啦，其實吓。咁啊，本身但係呢，喺困難之中呢，咁其實都好似有一隻股份方面嚟講特別突出，咁呢個就係太興咁樣吓。太興集團方面嚟講，近期呢都比較多元化少少啦。我記得我上次同佢推介過佢嘅時候呢，都係4-5毫子嘅環境咁樣。咁依家其實慢慢升下啦，咁已經升到過1-2嗰啲水平咁樣。咁本身嚟講，佢點解特別好似即係跑咗出嚟呢？咁樣？咁亦都的而且確真係見到佢哋品牌屬下嗰啲餐廳呢，咁尤其是新品牌呢，其實吓咁好似都有啲排隊嘅情況咁樣。咁我相信呢，其實吓同佢嗰個嘅產品方面，或者講緊係嗰個主打嗰個受眾方面嚟講有少少唔同，仲有啲關係啦。咁本身嚟講，例如啊，太興自己本身個品牌呢，我就比較少見排隊嘅。但係調翻轉頭呢，你睇一睇敏華嗰邊呢，好似做嘅嘢有少少相類似，雖然呢，其實就敏華就冇乜點做燒味嗰邊咁樣吓，相對比較低調啲。咁但係調翻轉頭呢，佢嗰個嘅本身食客嗰啲嘅數目啦，有時目測見到嗰啲人數呢，都相對比較多，同埋都經常都滿座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都會拉起咗本身嚟講，公司方面嚟講，俾市場嗰個嘅感覺咁樣係比較正面。咁再加埋呢，佢嘅品牌方面都有10幾廿個品牌咁樣，包括好似例如煲點啊呢啲咁樣啦。咁啊，講緊都幾多，我見到啦，都幾多受眾嘅其實吓。咁啊，食客方面嚟講，有時都見到要喺出邊排隊咁樣。咁所以其實拉起咗個股價呢，近期方面呢，都去到差唔多挑戰過2嗰啲位置咁樣。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呢，去到呢啲位置呢，咁同我第一次推介佢嘅時候，咁講緊當其時4毫幾紙呢，其實個分野已經好大，升咗幾倍咁多咁樣。咁變咗嚟講，未來方面嚟講，我自己覺得呢，就如果有啲回調嘅話，再吸納嘅話會比較好啲，同埋安全啲咁樣。咁大概呢，我會覺得呢，可能佢挨翻近1蚊度呢，咁應該可能會嗰個值博率會比較高少少咁樣。現階段如果有貨嘅，當然佢如果繼續向上嘅話，咁可以繼續放住止腰先咁樣。咁但係睇佢未來方面嚟講，如果大家去對佢嗰個嘅分析方面嚟講，最簡單其實喺門口望一望呢，到底多人少人呢，咁你已經可以做到個決定咁樣。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賺到錢啦。多謝。香港上市嗰啲本地嘅餐飲股咧，近期已經陸續公布咗業績噶啦。咁因為受到香港嗰個零售市道疲弱啦，再加埋北上消費嘅影響，咁所以令到呢啲餐飲股咧，其實普遍嘅業績咧都係出現一個倒退嘅嚇。當然個別咧個表現都仲有增長，其中咧太興嘅業績咧就有增長，以倍數增長。咁其實如果你睇翻佢成份嘅業績咧，佢個生意咧都係做少咗嘅嚇。最主要佢個盈利咧有4000萬，有比舊年咧1000萬嚟講咧，其實一個增長係唔錯，但係當中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佢嗰個成本控制方面做得好啲，咁淨係嗰個成本咧比對舊年同期咧，其實已經係減咗3000萬㗎啦。咁即係話其實嗰4000萬咧，其實大部分嘅原因就係都係因為嗰個成本控制。咁不論譬如喺租金方面啦，同埋喺人工方面都係咧減咗，咁所以令到佢哋嘅業績表現好嘅啫。咁但係其實香港啲餐飲股咧面對住最大嗰個問題，除咗話個業績表現之外咧，另一個最主要咧就係話大部分啲股份嘅成交都係比較少啊，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大家參與嘅時間咧，就要留意呢個因素。但係正如我正話所講啦，目前咧香港都面對住嗰個零售疲弱，尤其是呢啲餐飲股咧，面對住嗰個競爭都比較大，再加埋就係而家內地好多嘅品牌咧都嚟咗香港，咁所以壓力咧都係大。除非佢本身咧能夠進一步喺業務方面咧有啲咩新嘅策略轉型或者比較多元化出嚟，否則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呢啲餐飲股目前嘅吸引力唔大。不過即係如果睇翻香港啲餐飲股咧，
大部分其實佢最大嘅優點咧，就係佢哋個派息好高嚇。即使你睇翻近期泰興啊、大家樂啊等等呢啲股份都好啦，其實個息率咧都仲有成5至6厘嘅嚇。咁所以呢個咧，我相信係其中一個賣點啦。但係要留意就係話，究竟呢啲派息能唔能夠保持同埋穩定？咁呢個就視乎翻佢個業績而定啦。咁所以我建議大家咧，暫時都係觀望為主，會比較好啲。唔想錯過賺錢機會，一定要試用 ETNet 強化版 MQ 手機應用程式，一 App 了解市場大數據、大戶後市取向以及板塊輪動，助你緊握勝算。